上一集我哋已經講咗要申請澳洲養老金嘅基本資格、居留條件以及基本金額同埋補貼嘅更新。今集我哋會深入講解一下收入測試嘅門檻同埋計算嘅方法，一齊入嚟了解一下啦。大家好，娜姐喺度。大家好，我係 Alison。喺呢一節開始之前，請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今日嘅分享。本片僅為資訊分享，並不構成個人財務建議。如需作出任何財務或退休安排決定，請諮詢註冊財務顧問或者相關專業人士。嗱，即係我哋咧上一集咧就講呢一個澳洲老人金啦，呢個 age pension 嘅基本資格同埋金額更新啦。今日咧我哋就會深入講解一下咧呢一個嘅收入測試咧係點樣計，同埋呢一個收入測試包括啲乜嘢嘅。咁第一咧收入測試呢個 income test 啦，第二呢個 work bonus 嘅計劃啦，第三咧就係呢個 Deming Rule 嘅模擬利息計法啦。係冇錯嘅，咁第一部分呢，就係收入測試嘅。咁 Centrelink 點樣去決定呢？你可以攞幾多嘅養老金呢？佢哋會評估你同埋你嘅伴侶啦，所有嘅收入來源。咁呢啲包括咗金融資產嘅收入啦，例如工作收入啦、銀行利息、股票紅利、租金收入、儲蓄、海外退休金或者係津貼、退休金啦 （superannuation）、生意嘅收入等等。咁為咗咧計算你嘅金融資產可以產生幾多嘅收入咧，Centrelink 咧會係使用一個叫做推算收益嘅規則 Deming 呢個方式咧嚟到估算嘅。咁之後咧我哋會計一次，咁大家就會清楚究竟條數係點樣計出嚟嘅。好啦，咁我哋而家講下單身人士每兩週收入如果唔超過218蚊嘅咧，就可以攞到全額嘅養老金。超過咗218蚊咧，就會開始咧扣錢，每多出1蚊扣5毫子嘅。單身全額養老金每2星期咧可以攞到1149蚊，咁而當中咧已經包括咗養老金嘅補貼啦、能源補貼咁樣嘅。咁如果單身人士每2週賺超過2516蚊咧，咁就係完全唔合資格咧去攞呢個養老金噶啦。夫婦2個人每2星期收入如果唔超過380蚊，就可以攞到全額嘅養老金。超過咗380蚊咧，就開始扣錢，每多出1蚊就扣2毫半每人。夫婦全額嘅養老金咧係1732個2 2星期，咁係已經包括咗養老金嘅補貼啦，同埋能源補貼嘅。咁夫婦2個人一齊計，每2星期如果賺超過3844個4，就完全唔符合攞養老金嘅資格噶啦。好，阿李晨，你就講下呢個 work bonus 啦。係啦，咁呢個 work bonus 同埋 Deming Rule 咧並唔係一個額外嘅條件。咁啊 work bonus 咧工作嘅收入咧係一個獎勵嚟嘅，係澳洲政府咧俾年金申請人咧或者領取人嘅一個優惠制度，目的係鼓勵啲長者咧係繼續返工嘅。咁啊同時咧係唔會因為有工作嘅收入咧而去減少咗養老金嘅金額嘅收入嘅。咁你咧就必須係要達到 age pension 嘅年齡67啦。咁同時係申請咗咧以領取 age pension， 然後咧先至係一個資格去享用呢個 work bonus 嘅。咁 work bonus 咧可以幫你咧係抵消一部分嘅工作收入啦，即係話咁仲係有助你咧保持咧減少咧失去 age pension 養老金。咁點樣運作嘅咧？每位合資格人士咧，每2星期咧有300蚊嘅 work bonus 嘅抵消額嘅喎，即係如果你冇用晒嘅話咧，仲可以累積，咁最多可以累積到咧11800蚊嘅 work bonus 餘額，咁就係當 for example 係2024年至到2025年嘅年度嚟計啦。
咁當你開始返工嘅時候賺錢啦，咁政府呢先會去用呢個餘額去抵消你嘅工作收入嘅。簡單嘅例子，假設你呢已經係退休啦，每個月呢係賺1000蚊，咁每2個禮拜就500啦，咁啊減去 work bonus 300。咁收入嘅測試咧，只會計算200蚊嘅，可能對你領取呢個養老金嘅影響唔大啦。但係要注意嘅事項就係 work bonus 咧，只適用於咧已達 age pension 年齡去申請嘅領取 pension 嘅人士啦，唔可以用嚟咧係抵消投資收入或者租金收入。咁 work bonus 咧嘅餘額咧可以儲起，等你日後咧工作收入多咗啦，再一次過去用嘅。以上嘅金額咧，截止係呢個2025年3月嘅，咁一切嘅資料你係以官網嘅為準。咁跟住娜姐會講下呢一個 Deeming Rules。推算收益規則係澳洲政府用嚟計你嘅金融資產嘅方式，唔會理你實際賺咗幾多利息或者股息，而係用一個固定嘅利率嚟到估算你賺到嘅收入，跟住計入你養老金嘅收入測試裏面。咁乜嘢係金融資產呢？咁金融資產咧就包括銀行帳戶啦、定期存款啦、股票啦、基金啦、退休金、借出去嘅錢啦、某一啲禮物或者係收入來源咁樣嘅。由2025年7月1日起，推算收益率會分為2級。單身人士首64,200嘅資產按0.25% 利率計，超過咗嘅部分就會用2.25%嚟到計算。夫妻合併計算，首10,6,200嘅資產按0.25% 嚟到計算，超出咗嘅部分就會用2.25% 嚟到計算。咁即使你嘅定期存款實際利息係低過0.25咧，政府仍然咧係會用推算利率嚟到計算，唔會咧根據銀行實際嘅利率咧嚟到計算嘅。咁以下咧，我哋舉一個簡單嘅模擬例子咧，咁只係作為解說嘅用途。咁實際嘅計算咧，係因個人情況咧係有所不同嘅。咁首先咧，呢個人啦有35萬啦，頭64,200就係按0.25% 嚟到推算嘅，咁就係等於160蚊05毫。咁佢嘅餘額咧就係285800咧，就會按2.25% 嚟到推算，咁就係6430個半。咁佢嘅總推算年收入咧就會係160蚊個半，加埋6430蚊個半，咁就等於6591。咁每2週推算嘅收入咧，呢個6591咧，我哋就係除翻26個星期，就唔會除52，因為除52就係每1年有52個星期啦。咁我哋以每2週推算，我哋就除翻26個星期，咁佢就係等於253個半嘅。咁記唔記得我哋講過收入測試嘅計算？咁每2星期咧，收入唔超過218蚊噶嘛。咁超出咗嘅額咧，就係頭先呢度計咗出嚟啦，就係253個半。咁就減翻呢個218蚊，咁就係等於35個半。咁養老金嘅金額咧，每多1蚊就扣5毫。咁所以咧，呢個35個半咧，我哋乘翻0.5嘅時候咧，就係等於17個7毫半啦。最終可以領取嘅養老金每2週全額嘅養老金咧，我哋頭先講過咧，就係1149蚊。咁我哋就將1149蚊減翻17個7毫半，咁就等於1131個2毫半。咁咧就係呢一個數字咧，就係計算收入測試嘅部分，同呢個資產測試嘅結果比較，以較低者為準嘅。我哋下一集咧就會講下資產測試點樣計啦。咁我哋就知道最終你可以攞到幾多嘅養老金啦。冇錯啦，哇！真係呢個啲資料咧，真係好詳盡啊！咁啊，多謝阿娜姐咧做咗好多嘅資料搜集啦。我哋第3集咧就會繼續咧係講解咧資產測試嘅計算法啦。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影片啦，呢個係我哋嘅
第2集啦。咁我哋嚟緊嘅第3集啦，中意嘅話 share 俾你朋友。如果你未 subscribe 嘅話呢，你記得 subscribe 同埋like。我哋多謝你，我哋下一次再見。咁本片嘅內容呢，僅供一般資訊參考，並不構成財務建議或法律意見。養老金申請與金額因個人情況而異，請向 Service Australia 或合資格嘅財務顧問查詢。一切資料以官方嘅網站為準。下一次再見，拜拜。